拢叫有去啊。啊，进去3年、4年、后尾8年，讲逐个叫巧伊。你叫有去就代表紧怎去啊？我你毋是当进3、4年，就连叫巧伊啊？伊甲讲一句，我讲可能伤早生啊，伤早生啊，生就到巧伊啊。听讲是安尼啊，伊管理有方法，对啦。在咧3年、4年啊，我今年开始要8年，规区啊，10叫免去啊，你听有无？我问讲安免啊，考电脑得竞赛尔。再3、4年啊，得从零开始来啊。这3、4年得从零开始来啊，安尼听有无？就讲材料拢无，但是我要问恁各位大家吼，咱即个环境栽了后。咱只要环境现在安怎？你有该思考没有？你即个环境你只土地即已经大长无？你的空壳已经大长了无？你已经有生出足侪空壳出来无？这个空壳你听我意思无？地图足侪兄弟姊妹啦，去渡人啦、救人啦、讲道救啦、算日字啦，你有足侪方法无？今日5年过来1000人啦，去参加这个工程。是安怎人会较伟大？当然，伊一生的奉献，伊一生的对修道甲办道的坚持。无论是祭司、法师甲卫士，咱拄则讲，伊心理道场迄个4个角，应该咱大家若有去到心理道场，咱看到迄个重要的活动好无？迄个就是迄块地，就是姚武莲，伊较早感悟更基古诗。那要甲讲起来，伊的一个大句啊，就是刘义秀啊。刘义秀有一间迄个义秀病有无？义秀台，迄不属于伊个情况啦。那因为当然，因为迄块地本来是啥物件？本来是伊要做高尔夫球场，到尾规人搬出来，不方便点。那我就把伊这张变土地证。把伊这个土果，人大甲遮尔大场，人规张土果是累，完备了，咱这张生不了。你个小姐，咱着思考，有两方法，第一就是咱管理唔对，咱管理唔对啦。第二个方法就是咱管理，咱不能管理。所以我想讲一句话，栽伤济歹管理，就讲栽较少较好管理啦。人问你讲，你知无啦？我知啦，但是栽就拢无咧管理啦。安尼听有无？拢栽了伤济吼，拢歹管理。栽愈少愈好管理啦。安尼敢听我意思？意思就讲，伫修行过来底当中，莫上挑衅啦。莫上挑衅，好妄心好啦。互你的地位改变，唔通互你的知识走歹用。迄个知识走歹用叫做挑衅啦，迄个知识叫做挑衅啦。挑，这个叫做知识啦，这个知识。你有些物件爱心，这个叫啥？这个地位啊。知识叫做卡识，人们讲干巧，这人真干巧，这人真干贵。大成这个地位，这人戆戆成分啦，戆到成啊，成神啊，戆神啊，上巧拢成鬼啦。所以咱修到咱后面方面，修到后面方面呢，有影呢。所以，我过去时咧看，有教授一句咧讲，老和尚脾气大，大法师架势大，是后面讲咧，因为后面讲咧，谁人后面讲咧？因为你用的这个识识，知识的识，这个识识，这个识识开，你歹想咧，我就叫无咧。但你都这样啦，但你都啦，要甲人计较，要甲人比较。你当面都看袂出色，你看袂白，但看袂白。安尼，你请问你有法度生活？你
彻底收袂掉，现在收袂掉，你可能袂出问题。你意见就变这，你看就变这，换一个解释讲，食螺丝真麻烦。啊，那安尼你会当怎办？哦，所以建议咱咧收，咱就是收互咱即粒心乖咧啦，乖乖啦，即个小门爬起来，迄落啦。那安尼当中，你会不到迄个悟性，你就一定生去啊，你就会生去啊。所以即话讲安怎？讲熟个食，悟敢食呢？啊，悟爱靠天公啦吼。啊，现在靠天公，伊连咱对天公遐来，咱对悟着都无遐来。所以靠天公就是咱互上天来安排，这是绝对无对啦吼。所以呢，迄个佛道就是讲你自己的什么啊？的迄个自心，迄个自心，然后我讲达到无量，自心我讲达到无量，然足力量，安尼即叫无上。即个若无量，即叫做无上。怎样解释？即杯茶，若拢无杂质，哦，拢无杂质，即杯茶，即杯水，叫做哪？叫做上茶，上茶伊无杂质，无杂质的茶，无杂质的水，啊哦，你问哦，我离花莲哦，你看因迄个因迄代志，迄代志咧写字啊，代志写字要写什么字？迄代志叫写字，迄是用水咧写，你敢知影？一块代志纸。你要写什么字？甲你写的，你要写什么字？写照伊电脑的话术甲你写，伊写的从迄台纸的纸啊，拢刻起来，唔免用人刻的，因迄水咧来刻，水有流无？有流性感。啊，但是迄个水一定要用到用的一种迄种的特殊，来讲，哦，迄个无上水。迄个水就是完全无去你念迄个水，到我同你写迄个名，这是咱华气华人的。但是为了讲嘢，倒转来，咱今仔日咱的内心世界，咱若我讲达到无上，就是咱的大上，咱的内心世界已经无了，无杂质啦，无杂质啦，啊无杂质叫咱人叫分。咱就会回想一下家己，咱有杂质有无？咱的杂质我真济呢，拢袂好势，所以合作来讲，一定咱对内心世界较好。后壁迄话咱来讲，既是零下心，哦，行为真正，什么叫做零下心？就是讲，你今日既然你这粒心，我当放下，但你的行为真正，你唔能行为平常。所以后壁叫做离别感，这个有作用。什么叫做离别感？含感爱离，感一定爱离，感一定爱离。咱惹出啦吼，咱惹出即个讲着惹出迄个十八项内底当中，伊讲一个大刀费。啊，有仁义，对不对？地为春，啊，有大，哦，用心不合，哦，我当出去，我这个属于，就第一个十八项，现在大刀会有仁义，但是大刀会，这个刀是一个真正自然的物件，显啊会，伊个人心若无照天理啊，天就照大志。这个大刀会，若讲讲你宇宙中的真实上的物件，可能咱的体化还袂出来。但是咱若讲你咱内心世界，你有着一个无上无杀、无上的内心，哦，无上的内心世界，你有一个内心世界，这个叫做无上的内心世界。这个无上换一个解释叫做道，换一个解释叫做道。另外一个解释叫做良心、本性。
换一个解释啦，安尼来听你就听较有啦吼。这个大道，甲介于迄个良心本性，但是因为有大道会，就讲这个咱的良心本性，这个本来就是无常，但是咱已经理解了，咱后边咱就叫讲如因地制宜来，即话咧讲。就是说，因为迄个大道的产生，就是伊拿生出来的时阵，伊要无使用，所以讲人的扶风，阿母的扶风。当迄个囡仔查甫囡仔咧扶风的时阵，伊3日内当迄个查甫囡仔咧扶风的时阵，3日内会当，我答是什么原因？因为人有灵犀一点通，这个囡仔伊家己无有需要，伊无有需要哦，伊无有需要免得的，无需要。但是讲伊无有一个我，无一个我伫内底，伊叫做哪？叫做天真啊，伊叫做天真无瑕，对不对？伊叫做天真无瑕。啊，天真无瑕就是讲哪？就是讲你有一个天真无瑕的良心本性。迄个叫做大道，但是迄个囡仔，迄个小婴儿已经慢慢，你甲答，这个叫爸爸，这个叫妈妈，这个阿姐，这个阿姐，这个阿公，迄个囡仔，伊这个天真啊，无瑕变成有一个我爱叫伊阿妈，叫阿公，叫阿姐。已经有一个我，这个良心本性天真无瑕，变成变去啊！安尼听有啦吼，啊叫变去，咁叫变成安怎？因为你爱用大道会，来咩？有仁义，有仁义。因为现在仁甲义，因为已经爱用仁甲义来规范啦。伊本来天真无瑕，我请问。迄个囡仔啊，生出迄个婴儿，你敢甲讲仁义？你讲甲好这种事，你敢听？因为伊听无，你甲讲伊也听无，你甲讲嘛，你无甲讲嘛，本来天真无瑕。这个囡仔强，会当抢物件，会当争物件。你甲规个讲，这是人的物件哦。你若客户甲你要甲你讲哦，这个叫做哪？你甲设定。你给它设定，你给设定，这个叫做方法，设定这个叫做方法，循环，用着这种的方法来规范着这个囡仔，唔通去做歹代志。咱即马就是因为本来良心的本性已经叫，人无照天理啊，良心本性不照样，所以因为爱用义甲义来规范。你袂使违背人，袂使违义，咁是安尼，所以这个用方法来设定这个意义。但是因为设定这个意义，到了15种语言都讲咧，讲绝人弃义，后壁就是叫做绝人弃义，绝人弃义了，弃义吼，系弃义吼，绝性弃义。决胜所以我觉得这些讲的物件，你若有了注意吼，伊本来伊来讲大道会有仁义，用仁义来规范，即个做就做的嘛，就继续去做嘛，因人靠爸爸弃地，绝人弃地，这个地都弃掉了，对不对？这个慢，这个慢，后边问啊。百姓200岁，百姓利来。你若咱全人弃地了后，百姓，咱的百姓会当200岁大百是不是安尼？民利200倍。为什么这样好？会当200岁你说你看得出坏呢？伊是对无坏，所以这个人甲义就是我拄则讲，伊叫做法法。用这个实法，安尼听有无？所以伊本来就有良心本性，伊本来附着，这叫做实法，这叫做实法。
这个失，这叫做无去，失就是无去嘛。但是这个方法，就是呐，伊叫做用着这种的言，甲就是说着规范，迄叫做规范，规范咱人的行为。但是规范咱人的分，我请问咱各位，之前是警察，就是这个歹人哪用这个警察？感谢呢，若无警察，若无歹人，咱就警察。若安无歹人较好，还是有警察好？无歹人，无歹人较好啦吼，还是有警察较好啦？无歹人，无歹人较好啦，对不对？谁无歹人较好？无歹人就没警察啦。就是9十多歹人嘛。若安尼当中无歹人，就是唔免着人，就是叫做警察啦，咱听无？人甲事就是叫做警察啦，但是良心本性就是叫做司法啦。安尼就对啦。安尼听我啦吼。所以这就是咧讲。所以伊讲无相不多是个惹住较适得来，适得来写到对，咱国家条件，伊嘛是讲这，是文艺无学识，伊嘛是讲这。所以既然下心，理白理解，就是我拄则讲的，理白听好啊，这若要注意听无？白甲甲。咱即马拢处教啦吼，咱去袂对不对？咱是安尼。是。这两种叫做传法。我拄则讲咧讲听话，说人，说人气义啊，就用气义啊吼。啊，听无？即句甲即句。就是咧讲即句甲即句写啥，安尼听为啥啦吼？伊绝人气义，绝人气义。那安尼当中呢，就当回归到了本来真面目。是啊，因为你毋免来设定这个物件，这个你来设定这个物件。是因为我著拄则讲的，有歹人才会设警察，无歹人就免设警察。这就是咧规范歹人。毋但伊后壁出来讲，伊安尼讲地位出有大位，地位出是安叫做出，你爱听好哦。这个地位，咱听着地位了后。两句话出来，有大位，这个地位是足好的，太有大位就是讲违背嘛，算计嘛，违背良心嘛，为嘛，叫做有为嘛，但是后面虚伪完全出这句出就是讲叫做避嫌，这句话就是讲避嫌。何其自性本自负足，何其自性良心万法，妙言无错就是智慧。但是伊迄个智慧，因为叫看了后出，这个出嘛，大家说是作用。这个作用毋是真正迄个妙用，这个作用叫做实用，实用。用知识，用知识来用，用知识来用，伊有大为，即句走出来。大为你听啦，为就是讲违背，作为，就是时阵啊，安怎讲？心态无好啦，这个智慧出，毋是看到智慧，因为这个出来解释，这个用知识来做出来，伊袂用智慧来做出来。所以咱们良心不合出好处，所以你敢若有种，伊这讲头前迄我搁来听有啦，但是第三句良心不合再出好处，伊都要提出来谈。
哦，这原因现在不合，本来就苦中的物件，大家学，大家无代志，学拢做好个对不对？但是有代志，财产也分咧国地，要分财产以前，大家拢听差不多对不对？财产分咧国地，问题就造出来。因为分财产以前，大家对别个大拢做友好，对不对？但是财产分咧国地，真正友好无友好造出来讲听。真正内心世界，你真正有一个为人内底，为人内底，你为人内底，甲你是情人内底。人今仔日若内心世界是一个情，无因为你不接上了后，我分好甲歹，因着我心，我就原来是安尼。爸母，我该友好的，该对爸母友好的这点，和分财产无关系。因为我本身就爱负义这种，这叫做人格。但是因为今仔日若无少着分财产的利益，这利益地位出，这地位出，地位出，这个出变成意识了后，才发生这个。是安尼，不怕钱，是安不怕钱。是咱老爸老母拢要听第几个，拢要咧听哦。迄个物件就开始算计，开始计较。因为虽然叫分财产以前，大家看到属于好，敢是安尼？分财产了后出问题，问题已经利益已经造出来，利益已经造出来，这物件造出来，真正是放弃自己。你伫新的世界内底当中。你尊重你迄个心的内底世界，你就听出来。人若真正一斤的一切斤呢，一斤啊一切斤呢，若无因为你财产有甲无来解决问题，但是若唯一就是讲你内心啦思想，你若无正确，今日问着我好，我联系我做欢喜；问着我做歹，无好。你就完全袂无毛被气啊！哦，有影呢？咱即个行业物件，我一个父亲啊，我忘记我啥物啦。哦，讲伊看着因阿囝，若看着因阿囝啊，都是惨到要食伊个肉气，我遐亲人来亲情代夫嘛。伊内心世界的即句话，是内心世界即个总正看到了，三家翁婿死啊，大家两个兄弟，上个食一顿，即马看咧靠因兜，因大家一骹迄个经理，乌啊，了看伊来遐好处。我讲这个实在，我就是我故事。好，这个人当中我甲教育，我甲看待，我今日咱是一个参考。如果今日咱得到这个人，是对咱得到来讲起来，是一个蒙羞，那些人怎样讲？讲这主要代志，经理，我说经理。阿要搞贡献，大家伊嘛去讲嘛是讲，但即摆袂啊，因大家都死啊，无人我看袂到边啊。什么物件？我咧讲是内心世界，即个内心世界，咱即个是做魔鬼，爱做就做，咱爱做。所以地味是讲政府会当中，即个味甲甲，就咱讲即个味甲甲，就是识别的物件，有问题出来味甲甲。所以若做错了，我感觉情来欢乐比，对不对？邪来欢乐己，对不对？邪情呢，有不用，来呢，清净。清净自如自无异，清净自如。是吧？邪情，苦不用，惧不用。
离别离甲，因为这个既然那个，因为伊内心世界物件未甲，拢是一种的啦，拢是一种的中，这种是一种的心。伊内心世界内底当中无未甲这个。因为我拄则讲的人甲味，迄种是一个人甲味，人甲味，迄种是一个实境的物件。所以你若看到一间幼儿园，你后你甲看一段，你就看得清楚。所以，你真正要达到无上，后壁讲出句，你要达到无上佛道，一定袂甲格，因为你有袂甲格，因为你是叫平等性，平等性理是无变，台湾价值是真正。有卖甲甲，迄个对立法；有卖就是甲，有甲就是咧卖。卖甲甲是因为咱咧合法甲设定一个对立法的内底，就是你有卖当是甲。那你入去到一心世界内底当中，伫平等性质，在《金刚经》的23分内底当中，是讲平等无有分下，平等，这个平等性质。这是平等性质，我想奥袂甲同平等就无袂甲较同。那你内心世界奥袂甲较理理变性，所以伤心发展后壁就讲伤心发展，你的伤心地位，咱地位来生出来，咱冇啥生迄个嫉妒心，生迄个嫉妒心，生迄个嫉妒心，所以呢，伊来讲伤心发展，拄进拄讲，所以伊用来说法进，这两部分，当然咱嘛讲真啦，咱讲拄进拄讲，拄进拄讲，这两部分咧看无，我拄则讲的进。文字，讲文字，是无？就是一个文字，但是文字是一个方便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一个这个写法，什么叫做写法？什么叫做写法？写就是无这个文字的物件，写就是无文字的物件，所以我是会讲。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得等于心的动量，迄个都无样，迄个处变就无样。所以伊来讲，你袂使有这个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妄。咱看到六祖慧能，无论慧能咧两关的时阵，后边我都讲一遍。无论了伊用，灵魂必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是其中，听有这意思无？无论上师我是有一个方法我有一个伎俩迄个伎俩就是迄个依卡的方法，连贯必思想，会当把我的必思想断掉伊，唔免我多生一寡妄想。对境心不起，我对着境了后，我袂生心妄念，我菩提是我这个菩提有用，问题出于对一个所在，你看问题都出于中迄门，无论有一个伎俩，有一个连贯，有一个连贯，有一个叫做手段，连贯必思想。对境叫做连贯，叫做连贯，你有能力叫做心嘛？对境叫做对境心不起嘛？迄个境就是讲所对境对面迄个境的所，我所嘛。但是你有一个心去看那个境了后，有一个连，佮有一个所。就叫做等，所以六祖讲能所不变，能所具名，能所
民所苦民，万象如如，万象。五伦就是就是一个五伦叫基础，我会当甲断啊，立愿嘅思想，我思想甲断掉，这个思想会当甲断灭。对境离所境，袂好起来。哦，我那甲断掉，袂起来还是得意啊。啊，哪会当中间如果拢断掉去啊？啊，哪呢？变成啊，变成一头，变成目睭。所以五伦伊嘅基础，五伦伊嘅想法就是安尼。啊，若做对安怎讲？我规定啊无基础，我为什么方法？我不断去思想，我唔免断，不断，我不断，哦，不断去思想，不断哦，去思想我唔变。对境，对境哦，对一个境哦，心所起哦，我菩提是安尼用哦，所以伊唔免断，伊唔免断，是安免断，因为伊个。这个人当然有思想，所以咱今日就是咱讲以真以真啊，以真期望啊，以真期望啊，前往归真啊，前往归真啊，以真期望，各位咱真正啦吼。你若无这个钱呢？当年伊遐好业，较侪钱。今仔先总统人今仔去吼行政叫什么人来联络？甚至当中呢，伊无这个钱呢，也挥发了，无道理才干那钱。咱得有一个真诶真大一个所在，安尼听无？叫做以真期望。什么叫以真期望？你今日去直接听拢知道无？你叫做妄心嘛，妄啊，妄啊，谁在妄？伊若无这个妄，无这个妄袂当作用啊，袂当作用啊。这个妄有一个叫做妄分别啊，有一个叫做善分别啊，有一个叫善分别。安尼咱听我意思。这个入来哦，有两个部分，一个叫做妄分别，一个叫做善分别。这个善分别甲妄分别，圣灵是善分别，凡夫是妄分别，但是拢是一个分别。既然有分别的内底当中，拢是离迄内底思想造出来。我想讲就是简单，智慧甲知识，知识是智慧造出来的。爱讲听，知识是智慧造出来的。那知识知识，若真正有修好势。佮走入智慧里面呢，安尼通听。咱即马伫这听道理是用用善分别用智慧咧听咧，咱倒转告诉，反正咱计较比较，咱这用无分别咧做代志。所以咱的变化是足紧的呢，随着转变呢，随着转变呢，啊，所以呢，今日就是因为咱人做会来讲，我规定啊无基础，不断。我慢慢就是当呢，下面等太晒当时，当伊就无思想，所以讲以真期望，以前叫咱今日在听物件，这叫做妄。所以以妄，你是用善分别咧听，还是妄分别咧听，拢是一个妄。但是呢，到尾啊，你前妄要归真，到尾啊，你一定要归真的，加归真的。当你这个马腿无低了后。你爱归入迄个，这个马腿问题咧，你爱归入迄个真的本性里面。安尼讲听，所以咱有些什物件，有些阿来阿去，你爱归入迄个内底。所以呢，今日叫做以真期望，前往归真。所以有哪你就为了来讲，拄真拄讲，安听无？以真期望，啊前往啊归真，但是这拢是一个问题。其实，你要到一生发界内底当中，这物件拢袂了。这种文字，
咱合作句话讲得诚好哦。伊讲啥？5867个人转，用名言有实色，若能转处不留情，还应处那听听。有一句话无？因为我毋是咧讲这个道理，我即马是咧讲第二句话。用名言有实色，这是毋是名言？这是名言。但是名言无实色，我听好哦。但用名言无实色，无有一个真言，这是一个文字啊。但用你信任的文字，迄叫做传法，听好。所以因为拄真拄某，这个物件，你若讲要接着是真的甲宝的，规入到无上，迄个一心方面。你有真甲宝，哦，都有两边法啦，两边法。啊，你真的我假，我假你真，所以是作者咧争议，是要听你真甲假，是要假甲真的，真甲假你调好嘛？哦，有真就是无真啊，有真就是邪，有真就是无实啊。所以呢，一真千真，万真到处。所以呢，拄真拄妄对世间六项足惊喜，落于真妄的那的行证。所以六祖来讲，拄真拄妄，后壁有人在讲，积极不实，马上就实现。我即马在讲一个较简单的，互你倒去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妄。好，咱今晚是咧困的时阵啦吼，今晚是咧困，听好啊。我唔讲，但是你昨暝几点困？伊讲，我着10点困，10点啦吼。你10点困，你10点是点要困呀？因为你早10点啊，这还要20个内底，这20个内底啊，因为你早分别意识。讲难啊，你会早几点？你早几点起？你讲我6点就起啊？你6点的内底当中。你已经离开迄个如何，即嘛叫做实。你已经了解10点，了解6点，你还未进入，还没进入那个梦乡。你还未进入迄个梦乡啊！啊，你敢听？你知影？你有一个实为真甲妄，你无法度啊！你还未进入了如何？当你入去了后。到下早吃，你拢无啦，无精神，嘛无去运送。你安怎讲？好，我昨暝困一个到爽就对啦，一醒到天光，多一醒到天光。迄个一醒啊，一醒天亮。这个醒一醒哦，无字哦，入去了后。我骑到天光，对了，我二十段啦，哦，我20段，这段叫做1000，你嘛无听到，人要袂拉杂，你嘛无听到，人要袂麻痹，你嘛无听到，人袂晚过，你昨日困着到好。迄个真正入去迄切当中，你有这心中这个梦，这件事，你入到迄个世界了后，你毋是无去哦，你听好，毋是等于哦，听好，毋是等于哦，毋是空调哦，毋是哦，你无考虑哦，离迄个世界内底，迄个叫做我拄则讲叫如如，你有哪能呼吸哦？啊，你嘛做。你嘛叫做深睡哦，你叫做深嘛，深睡，你清困啦，深睡，真正你进入后，你真正迄个烦恼内底就完全都放下，你都放下，你迄个世界内底当中，你就快乐。你若你欠了吼，浅睡啊。浅，这个叫浅睡。有，我来困，啊，入了倒我就精神啦。甚至有
有泡咧困，但是困袂咧，迄叫做浅睡，啊，就叫没有睡。这个没有睡吼，你若要用爱困了吼，超苦，因为会变哪呢？忧郁症，会变躁郁症，这一生病。这个浅睡，你若放这好时间，你都早点迄个没睡。所以因为你的身，咱现在讲的，好，这个叫做六，这个叫七，这个叫八，这个叫做五。好，这个五就讲啦，五八六七。好，这个六就是讲什么物件？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这个六就是讲叫意象。这个七就是讲叫身意识、清意象。这是意识，这叫做五识，眼耳鼻舌，眼、耳、鼻、舌、心，这个叫做眼，这个鼻跟阿拉舌，阿拉舌，这个叫做五八，这个六七，不，咱的六识，哦，这个分别识，分别，这个第七，叫做哪？知道，心意识，执着，这个外口，这个五眼耳鼻舌心。这个外口，目睭、耳孔这看到了后，报第六，第六报第七，是不是咧？叫第七。我看到一样代志，我比如讲啦吼，我看到一项物件，我虽看到，但是我报第六识。迄个走人足水哦，比如讲，那个女孩子很漂亮哦，看到我若无走到第七识来。这个看到这个感官啊，也无分得无去。但是因为我这个五感若去看到报第六了后，这意识，这二报第七识意有深意识入去，迄就是执着啊，迄就是执着啊，执着叫你甲找啊，伊这所以是倒来讲吼，啊，这早是随是倒来讲是安怎，你就一定甲对对了，迄叫你深意识哦。比生意识来这哦，你一件代志，你听，哦，我听一个心足痛，我听一个心足安讲，是对咧痛，是你六识报第七识，你执着咧痛，咱相反，咱去等，咱逐个听着心足痛，足唔甘，因为那。换一个别人啦吼，换一个别人小可贪你买食材，你听着，哇，遐少年太年叫等，就真正心情太年叫等，因安尼袂解迄偌久啦。但是你到第七识来当中咧，你就时常去念，甚至你会时常去想的，甚至你会感觉无差，甚至你消灭你心的痛，做唔甘的，有迄叫做潜意识做，迄叫做应用执着闹这物件。但是因为六七叫做阴阳转，阴中啊，这个高尚啊，无善。因为咱讲咧，因为这两识所造业的内底当中，总是第一识，这个叫做哪？叫做阿赖耶识，叫离佛家来讲叫大常识、大众识，总言内底。另外一个解释叫做推行之无情。飞机的迄个画啦，咱有带这地去是做画啦，
咱就带这个啊，咱一心来叫做生平记不起，咱带这个物件，后起来咱若到下面了去，到地狱阳天主，阳天主了就是叫做真苦哦，你做番压入来啊，做番压入来啊，哎呀，我无做啊，你无做来看，物件来啊，物件来有无？迄物件来是对你这块物件来，这个活的来看。活者解释就是你一生内底当中，你努力你一生，这地内底来努力，你一生一次，迄拢未小事情，绝对未小事情。迄叫做常数，啊，来是叫做总数，叫嘛叫因果性，因果性。因果嘛，因地果啊，因前的这个累积嘛，就是叫因果性嘛。所以你叫你这个6、7，叫做阴阳转，阴阳这个阴而且是走阴啊，而且会转起来。你这个力量叫它转啊。哦，第7个转你第7叫它转，转平等性理，平等性理，心无病。这个第6叫它转啊，妙观察力，妙观察力，给成功。哦，平等性理，心无病。你爱这两个，对这两个是转的，啊这两个功。咱是修道，就是对这两个是功夫啊。哦，啊嘛安尼当中，咱这两式个内底当中，你无转妙观察。你个用计较、用比较、用分别、用计较、比较、分别，啊那安尼当中愈执着，假如讲，咱这里想，我一句讲，你一生内底当中的变化，我执着的变化，我执着的变化。假如讲因总袂过，因为你我讲讲平等性，平等性的心就无变，咱的心有变就执着啊。所以我拄则咧讲第7式，执着你心前的痛，你先啊，你先放袂下，就是你执着，因为你第7式去强势运作、用心运作。那这个咱未必是这是做啥呐？无变啊！哦，那我这个个时阵啊，吼，这个8式叫做大环境里性。哦，所以这个讲这第8式，性意象，所以这物件当中啊，就叫夫妻如果你唔通互第6式甲第7式去全力来运作，你一定咧执着这个指甲某个内底当中，那安尼你个变成嘛有可能。所以呢，美理讲，这种会了，相信发展，你会生出来，会转落去。平等性理，妙观察力转落去，来当中呢，你有靠迄个治疗，你有力量，能力来进，拄进拄补，这是信任的已经有法度，这是建设。啊，那呢，正天下得成，当下得成。所以呢，相念修行是万灵法。所以咱总来讲，相念修行。迄个念啦吼，你叫做练力，你念有力量，你叫做练力吼。因为念叫做正念，正念，哦，所以8正道叫做哪正念8正见。所以你会当相念修行，这叫做8正道的第7正道，第7正道，这叫做正念来叫做哪？叫做正定，吼4分法。咱的原则，咱的迄个反击啊走起来，咱一定要注意。我今日我的心念，那一直咧念爱要破掉，我一定袂骗。你无我不当中，你一定走破掉。你的心念那一直念出爱要食饭，破坏人的知，迄个做出来迄大故事哦，迄个。什么美国牛肉啦，做出来物件，做出来香碰碰啦，好食啊！你害你若心离迄个念离迄个底，我保证你无有会去，你会上你才。是啥物件？
因为你的念力，你的念力是邪念，哦，还是正念？最重要，正念它有力量啊，它有法力啊，邪念它也有法力啊。一个是甲你拖起，一个是甲你拖起，一个甲你拖落来，哦，一个甲你拖起，正念是甲你拖起，哦，邪念就甲你拖落来。所以你若有一个心，不管是就是迄个念力，就是常念修行，道真、理真、天真，上天慈悲，互咱这个思想的物件，咱一世人这个大福报，会当得到三宝心法，会当咧修持，咱咧度化有咧度化众生，这叫做常念修行。其实你的念力，你的正能量，叫正能量，正能量。这正能量一定对。咱一个心，若一直无能量、无正能量，人安怎讲？你这消亡去啊！你要消亡就是迄条气就无风着，迄个恋爱的恋爱啊，若无风，你开会行诶？当然你嘛开袂行。迄个恋爱若有风，我有饱。迄个你啊，你这车开好开无？咱今日囡若有一个正能量，咱的能量若用在修好修无，什么人都无当听嘛？什么人都无当左右？是安怎讲？因为你不管是你家己有一台，迄个你充电，你家己内心世界，一台正能量一直咧充，一直咧充，什么人甲你？我怎样问？这种问题就是咱家己这个能量一直思想，咱的思维啊，咱的思维啊，这个思维啊，你咱的思维啊，不正，你了解吗？今天这里面，讲里面的运动呀，讲一个。方式法啊，过去来中间啊，偷物件，摕人啦，创造的，讲当这物件关19年啊，关19年啊，放出来，竞争的人行到伊死啊，查某人都通讲出来，迄门吼，读啊门吼，拢特别去做迄个体康设卡，是安尼，因为这个人的思想。伊个人的思想，就是迄款的思想拢不正，就是要偷摕咱物件，上款的做囡仔就要甲安怎，要甲每个伊的思想一看到伊家己的控制袂好势条。咱而且讲毛是家己爱，但是迄种的思想控制家己袂好势，比如讲，迄钱人足济，有钱人足济，但是伊去到百货公司。大卖场看到物件就当去，伊敢真正无想买的物件，毋是，伊看到迄个物件，就是要去，伊无去做艰苦，有这人无？我这讲一个事实，他比我看到可能，我当伊做军校时阵，就杭州那个时代，做总统的话呢？本来是讲这个代志，可能对伊家己的总统，伊家己的身边医生，那个水煮医生，会不会说我们的总统生病了，我们的总统要看医生？咱总统生病啊，咱总统要看医生，是安怎？因为伊嘛知影，我今日去我身为总统，我嘛袂使共做迄个罔着来去共安怎，伊嘛知这袂使。但是伊都无去甲罔着就袂使，伊都甲罔着参考。这种物件叫做离伊思维的内底当中，叫做不正，伊就是迄种物件。但是伊无用力量，无迄个力量来转这物件转入去。有影没？若讲好业去食生，即话你捌听人讲嘛？好业人做有钱，
但是伊就偏偏，我即摆讲一个，咱就道歉啦吼，恁老脾气高用，这个水卡大，高水卡大，咱要甲讲起来，伊变就使五百，变就亏500，伊做房地产做得起，但是伊内底你活动你背后的活动内底物件，拢是本身对起来，伊就在讲来。你是人一个办国家的电视，伊较重要啊，要甲创造的，反正伊变会讲来。连伊啊，拢人拼出甲的，因为因高雄吼，就拿迄个本色车迄个车，哎，即摆看着都已经捡到，捡到伊个用用，就要会当钱物件。所以伊的思想就是看着伊虽然做好嘢，伊嘛袂摕伊的自己边的物件，伊就看迄物件捡到伊就用用伊就对。那要甲讲起来有缺少无？但是有钱无错有钱。那一般顶个人看讲，人通讲咱捡这个捡这个，但是伊捡到一定有这。迄款的物件就讲有钱，但是因为看着迄款物件，伊会想，伊会爱迄款的物件。迄拢是人的一个，拢是人思维，迄叫做病。咱的人啊吼，要博缴迄个。博缴的伊毋是一定要赢钱的，伊毋是我赢钱欢喜呢，伊是无博缴会较苦呢。博缴人啊，伊是一种思维问题呢。伊咱就倒咧讲，伊的头壳拢咧想要缴钱迄物件。伊行到半暝前点起来吼，伊完全衫穿穿都出去挂，伊话应该看我，输赢无紧呢。无你听，真正迄个人讲啊，缴费较水大，无半嘛爱看。较早爱发现咧阿爸缴费较水大，无半嘛爱看。因为伊迄种迄个思维，伊就是转袂过，毋是安尼转袂过。所以你人有足济迄种的时阵，足怪癖的迄款物件。迄种叫做邪能量，迄种叫邪能量，叫正能量。但是咱今日修行过来咧当中，咱就是因为这个大关心，这个大改变，也有啦。不简单，我唔你嘛我简单咧，个，我哋做伊嘛，其实是唔记得你讲迄人分卡面创口的，伊都迄个怪癖的，迄人你的。昨天你的，当然。更想把四个扔在去，但是伊个啊，迄个射击，伊就摕到骹底，就夹到人在地方，在躯底下，迄款的心态的，迄款的心态，你讲，所以咱人啊，这种的业力，这种的业力，你上念正道，当然你是正；上念邪道人，你是上念邪。但是你上面写字啊，你的名字第一，你身体袂健康；第二，你家庭绝对袂和睦；第三，你事业绝对袂成就，因为里面有正气。迄正气它是苍天的，正气在它苍天的，正气在它苍天的，唔是正气3天的，正气在它苍天，这个苍天的苍天的气泡要。无简单嘞，真正咱甲天会当同参嘞。你这个浩然的正气呢，那你有一个浩然的正气，有什么美呢？咱人的心不管是着落来一个万分，一个万叹，一个不满，一个唔甘愿，一个袂舒服。我请问你这身躯的大健康吗？美国先伊也讲，我顶一件。治癌的上好方法，伊安怎讲治癌上好方法，就是你存着一条爱心，弄个一条，你逐日去做，迄个心就是足快乐为别人，很高兴很欢喜，你做一定对吧？人情是上惊的爱心，因为你心无变，你的心所展现的是正能量，展现的是无量的浩然的正气，一套才变。对不对？没听对来，没是对那个想来，你自己想来的呢，
哦，你家己烧来呢，无病啊，想到弄病呢？我来讲就是简单点，一个有感情，甲一个无感情，迄个有感情的，叫医生看，医生来讲，你逐无人有感情，你无感情啦，无啦，你无啦，伊话你做歹讲，伊过咧到地，叫3年5年10年就完。迄个无感情的医生来讲，哦，你这个感冒5公分啊吼，3公分啊吼，你这吼，伊时间都有偌。迄个无感情的，迄个吼医生甲讲一句咧，伊绝对活超过2年啦。你听有意思无？这个是心理啊，这个是心理啊，心理啊，心理的物件。因为你心理做心理的什么物件？做心理迄种心情。你的心理哦，做心理的心情哦。你今日你来医生来检查一下，医生来啊，你有一个10公分、5公分的感情，你的心理会怎？你会足欢喜吗？我拿你嘛紧了头，你定啊世界无紧啦，我可能搁有偌好说法，是毋是安尼？但是医生来讲，医生无要紧无代志。你问我无？咱无定了，伊活咧10几年，敢是安尼？这个心理，这个心理病，啊，所以免受到咱就是转变的这个心理嘛，吼，这是当然，即马咧做四方面啊，吼，这四方面的当中吼，应该讲咧讲世界上有超正济，因为这个当面话，所以呢，而且当中啦，吼，以前咧讲经典啦，吼，这个道理讲的道理讲的。但是经典咧讲的物件，那么挖宝，啊，你讲啊，经典是真的，所以经典就是讲道理讲经，若要讲呢经了了，那就容易解释了了。啊，你若要真正把语言，其实你讲较紧，这是咱学校的感受啦吼。但是因为咱是爱物件。咱是爱要紧，敢是安尼？咱爱要物件，咱是爱要紧啦，吼。咱爱紧，咱就因为大家会当互相来清楚吼，因咱学个比喻嘛，是。继续，那当然，这是咱这以为会当大家做个事吼，那就是必须交流啦，吼。当然，迄个不但是所在啦，吼，好好的所在，咱就互相的包涵，最后就能够实现。好，谢谢各位，谢谢。向宜阳前3公里，前大1公，再1公，3公，感谢付前里14公，分大1公，再1公，3公，感谢付前里14公，支架向宜阳前3公里，前大2公，再1公，3公。支架前1公，上架付前1公，支架给传输1公，分大1公，再1公，3公，支架前1公，上架付前1公，支架给传输1公。他们，谢谢，他们。